皇上，皇后娘娘命小女子操办寿宴，并且叮嘱我一定要让皇上高兴。明女就想了，还有什么比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在一起吃一顿饭更开心的呢？只有这一桌酒菜，哼！莫非你想让皇上皇后跟我等同桌而食？皇上，在我的家乡，很多年轻人都不在父母身边，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在一桌吃饭。我想，那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。是啊，我们一家人很久没有坐在一起，安安生生的吃顿饭了。父皇，庆柔用心良苦，不如我们还是入席吧。请皇上、皇后娘娘入席。尹晴柔，你不会以为你也有资格坐在这里吧？我当然不会那么想了，那个位置是我留给大王爷的。说好了是一家人吃饭，理当应该有一儿的位置。请皇上、皇后娘娘还有各位王爷品尝，这是我亲手做的。皇上直接吃就可以了。好甜呐，哈哈，入口即化，非常的好吃。来，王子吃，啊，好吃啊！啊，父皇，儿臣还有一份贺礼，请父皇笑纳。来人，端上来。好一块独山玉呀！皇上，你看，此玉产于中原，雕刻精细，臣儿真有心啊！谢母后夸奖。小球子，奴才在。拿去御花园凉亭煮吧。走，跟我走吧。皇上，这玉放在凉亭中，风吹日晒的，我怕可惜了这块石头。它就产自山中，狂风暴雨都不怕，怎么？到了皇宫反倒娇气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们也是一样，身为皇族，切不可肆意妄为，当为人民楷模。儿臣遵旨。好，坐下吧。啊，萧儿，你为父皇准备的礼物呢？儿臣为父皇吹奏一曲。加油，加油！哇塞，国内第一造型师果然不是盖的啊！哎，挺像那么回事儿。你可以侮辱我的性格，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职业。怎么样？一会儿我再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易容术。瞅你那德行，哎，大同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你们准备怎么样了？一切准备，
OK，那就关门放皇上啦。OK， 1、2、3，加油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儿臣献给父皇的贺礼，就是他。我？琪儿，你敢给你父皇纳妃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母后？母后多虑了，儿臣的意思是，我未来的王妃给父皇操办了一场这么有意思的寿宴，这难道还不能算是我送的寿礼吗？当然不能。皇上，明女自己给您准备的礼物。哦，还请皇上随民女一步后宫。哈哈哈哈哈！